大家好，我叫鄭同軒，我係一個公路單車嘅運動員，我踩咗公路單車已經有11年啦。公路單車呢樣運動咧，近年嚟越嚟越受市民歡迎啦。對於第一次接觸呢樣運動嘅人嚟講，究竟有啲咩需要注意呢？嚟緊我會為大家介紹一下嘅。踩公路單車有啲咩裝備需要注意嘅呢？第一咧就係頭盔啦，佢可以減低如果發生意外嘅時候對頭部嘅衝擊啦。第二就係風鏡啦，佢可以保護到我哋雙眼啦。第三咧就係專用嘅單車衫同埋單車褲啦。單車褲咧，佢比較特別嘅，佢有一個墊喺後邊嘅，就可以減低長時間踩單車嘅時候造成嘅不適嘅。至於最後就係單車鞋啦，初學者嚟講咧，我會建議大家可以試下着波鞋先嘅。熟咗之後咧，就可以試下換專業嘅鎖鞋啦。佢有一個扣喺下邊嘅，就可以扣住單車嘅嗰個腳踏啦，令到冇咁容易甩腳，就可以踩得更加順暢啦。公路單車同其他單車有啲咩唔同呢？第一咧，你會見到公路單車有一個彎把啦，佢可以提供到你唔同嘅加個手把嘅位置啦。第二咧，你就會見到轆嗰方面咧，佢係會比其他單車嘅轆咧係窄身一啲嘅。第三點咧就係你會見到公路單車咧，佢係冇避震嘅。由於公路單車喺馬路上面行駛啦，以下有幾點咧係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嘅。第一點咧就係踩緊單車嘅時候，盡量靠住左邊啦，避免同後邊嘅車爭道。第二咧就係如果你需要過線嘅時候咧，記住一定要望向後邊睇一睇後邊嘅車嘅距離，一定要向後邊揮手示意嘅。第三點咧就係如果係地濕嘅情況之下咧，大家一定要留意下路面嘅坑渠蓋啦，同埋斑馬線位嘅，因為呢啲地方咧喺地濕嘅時候咧係好容易跣胎嘅。